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教会这个时间已经进入到第9月份啊，吼，9月份就是咱这个主日学生开学的开始。我相信对咱教会兄弟姊妹，咱也知影，佮慢慢佮进入秋天啊。愿主保守咱，对今年年初开始所拄到的疫情，咱经过迄个心情的起伏，总是上帝怜悯祝福咱。互咱虽然有点仔无方便挂口罩，袂当去人多的所在，袂当出国，总是相对全世界也有侪人伫艰难困苦甚至死的中间，咱来真正有感恩的心。所以咱来到教会，毋只是干那参加礼拜，是来到遮求上帝加倍恩典怜悯伫咱，互咱台湾一直会当保持这款平安、喜乐、健康的这个生活。咱要领受主的话进前，咱大声要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主啊，上帝，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，也是赏赐万物的主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这个福分三甲组织伫遮敬拜，互阮看这做要紧，是你知，阮的生命、阮的一生一切，拢伫上帝你的主权的下面。当阮顺听你的话，照你的教示来行，虽然难免会拄到坎坷、挫折，总是主你要掌权、要保护阮。主，阮要通过你的话，搁一遍来伫咧学习，愿主你亲自引带阮，互阮讲甲听，平平伫咧造就甲栽培。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拄则有读2位的圣经节是记载着保罗受差派去传福音的故事，嘛是咱保罗先生，伊经过一个传福音的经验了后，对伊亲像属灵的囝儿提摩太所讲勉励的话。咱小等下要通过这个经节，搁一遍来复习。但是咱要三甲学习的是，初代教会，因就是已经注重着团队服材、传福音的一种的传统。使徒行传第5章42节讲，因逐日伫正殿甲人家厝继续教示人，传基督耶稣。这是台语的圣经。咱的这个大纲的内面是中文的吼。伊讲每日伫殿内、伫家内来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这个话有几项的要素。第一是讲因逐日，表示无人站的；第二是讲伫圣殿，就是伫礼拜堂；佮第二是伫人家厝。意思是根据这个亲情朋友这个因社会的人士，有的人惯势来圣殿，就伫圣殿教示；惯势伫厝里，就伫厝里来传耶稣基督。这是当时教会传福音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初代教会的门徒真够运用小组团队，甲迄个家庭温暖的环境，因为伫家庭就是较无拘束嘛。伫人家厝，就无较亲像伫即个公共场所遐尔束缚，所以运用这种温暖的环境，真有效来传福音。这是初代教会。但兄弟姊妹，咱伫2礼拜前，咱的教会有举行即个幸福小组的车牌。咱看见这个小组，大家人拢想出足侪真水的队夫，就是表示因是一个人啦，因是一个团队。所以，干那这个队夫要讲的招成，就要训练啦，对不对？无怪，因就是有缘是用团队学习初代教会。所以，咱的教会推动幸福小组团队传福音，毋是咱灵机一动想到的，也是对流行。人讲安尼，咱就对看嘛呢？毋是，是咱。倒转去到伫初代教会，因推动小组的报道，通有效领人信主，这是第一项。小组一个团体传福音，会当带人归主。第二，伊阁会兴起着即个传福音的门徒，因为大家彼此相敬，彼此相帮衬。彼此相鼓励，就会通互软弱的变勇壮。迄个勇壮的，因为伊要带软弱的，伊就会谦卑。所以，伫即个小组、伫即个团队传福音内底，会造就门徒，
这是第二个重要。第三，因为有人信主洗礼，有门徒兴起，教会就会带来健康甲成长。这是咱教会咧推动圣工的一个安尼真慎重、真斟酌。咱今年教会幸福小组拢总做9队，看起来是袂少人，但是若照咱所有的会友来平均数来算，迄是还佫小部分啦定。所以牧师会当用这个讲道来做一个总体的分享甲介绍，目的也是要互咱知影讲，这个团队的传福音，毋只干那是这个形成队伍的团体，因有责任传福音啦定，是期待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认同富强教会，你听富强教会，你鼓励支持富强教会。你为富强教会来祈祷，我也真期待盼望，你就是认同伫即个团体传福音、带人归主、灵魂得救迄款诶，真正迄一个迫切的即个使命。咱除了伫即个周报社的8组以外，咱真感动吼，咱有另外一组特殊的小组，就是咱当初就任即个新老病院长的老院长吼，毋知今老院长有伫遮无？老院长伫遮无吼？伊吼有感动啦，伊讲我领导一间155年的新老病院，这个新老病院吼，甲一般的病院，遐医术大家拢平等啦，但是唯一特别的是，这是一个奉主的名所设立的病院，也是一个传福音的病院。所以，伊要照用这个幸福小组的模式，要引出因所有遐个干部，就是因遐个高阶的干部、副院长、遐个主任，做伙来开一个特别的幸福小组。你看，一个遐尼无用的院长，伊就感觉讲真重视要来传福音，何况是咱兄弟姊妹。所以咱今仔日下晡，咱要举办幸福同工的密集训练，意思是要。团队传福音无操练，无默契吼，哩啦是无可能的。当对后礼拜，就是9月13迄个主日开始，因所祈祷、所期待、所敲吹，即个 best， 吼，咱有兄弟拢有听过 best 什么意思？就是无队友，因开始要入场啦，连续8礼拜。我有一个感受啦吼，第一就是讲，咱的教会今年已经第4期。那扣掉第1期是一个试验性的，咱拢做已经第3档啊。第3档会当互咱有一个学习，就是讲，这毋是一个安尼临时想到吼，人咧流行，咱对流行的，是发现讲，这真正是一个造就咱教会这兄弟成做门徒真好的模式。第二，咱确实也当通过这个带人来信耶稣，毋若是安尼哦。咱注意甲看，咱2礼拜前咧介绍的时阵，有的是旧年也是前年，伊因为幸福小组来信主，这个时阵就投入落去传福音啊，毋是30-50档的会友才会晓传福音哦，是打入来，就互伊知影传福音的使命，互伊知影做门徒就是开始传福音所以咱有足侪位吼。这个当信主1档2档的，可能真理讲袂赢你啦。可能伊对教会人物也无像咱做资深的兄弟，但是因就是凭着上帝所予伊的热情，所予伊迄个得救的喜乐，要将福音来传去。第二个感受是，拄则我有讲起，今年迄个疫情来，台湾好佳在咱伫17当前受到 SARS 的危害。所以，咱全国怎喊一声讲，开始就把迄个病毒挡伫国外安尼。但是其他的国家17年前无啥严重，无啥代志啦。所以因就来放散安尼，病毒入来讲当作流行感冒。即声你看美国吼，遐尼先进的医疗国家，几万人过身呢，10几万啊呢，迄是比二次大战死去的人较济呢。
好佳在咱伫即个台湾即块岛屿内底，好像一个防护罩，甲咱保护掉咧。咱即阵也会当遐尼侪人做伙来做礼拜，咱挂一个口罩，迄是无方便中间上轻的啦。但我要想的是讲，若像美国、像意大利、像巴西、像苏联，画一个团结落去，什么人要钓到，无人会当保证；什么人明仔载要失去性命，无人知。即咱想到什么？想到讲，若是一个得救的灵魂，虽然伊肉体拄着为败坏，互即个肺炎感染，但是伊已经得到信仰，伊得到天堂的福音。虽然失去咱的毋甘，但是伊灵魂得救。所以，当咱现在台湾即个安稳的环境的内面，咱是毋是爱阁加倍迫切讲有影？咱也有较侪人认捌主，虽然有即个肺炎的攻击，但是咱心有平安，因为咱有一个属天的愿望。这是咱推动幸福小组一个真深的感想。牧师要照着即个主题，甲咱三角分享讲是安怎推动幸福小组有真要紧、迫切，佮有帮助。若是要互咱遮的队员知影，我希望讲通过即个简单的说明，互咱正会友拢理解。虽然你无参与伫第一线，但至少你祈祷、守望，你支持，甚至带无道友来参加即个幸福小组。你为着这幸福小组的同工、这勇士来祈祷，因为幸福小组是一个有威力的一个传福音方式，但是魔鬼的攻击特别严重。咱若听到这个同工因的见证。真奇怪，都逐项好势好势，突然间开始要传福音都有诶无诶拢来啊，主动拢来啊。若无有一个谦卑的祈祷，伫主诶面前负上祈祷诶代价，咱所做诶拢是人诶行为作为那定。所以幸福小组伊发挥什么功效呢？第一，小组报道是上有效诶传道方法。小组报道啦。拄则咱有读《使徒行传》13章1节到30，这个经节内底有咧讲起安提阿有5个即个领袖，这个领袖。当因伫咧禁食的时阵、礼拜的时阵，因就谦卑听圣神差遣，讲着为着我指派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呼召因做的工。因安怎？毋是人家己塞徛讲的，是听圣神的指导讲好，我要派什么人，因就顺服。所以，因是派团队毋是派一个巴拿巴甲扫罗。伫当时，伫安提阿讲起来，因两位就是，其他三个咱敢若直接听到哪听，咱拢无听到，敢若因两个是出名伫新约，逐位拢出现。但是因却是受早差遣，去到古比罗，就是咱现在塞浦路斯迄个岛传福音。所以因就禁食祈祷，甲因换手，差派因出去。这就亲像咱在差派幸福小组共款，一组出去同心传福音，这是真好一个报道的方式。所以相对的，对个人的报道，早前咱真注重独家传道，有无？咱个人的传道，咱会读迄个速率，也是咱伫街仔路甲人讲即个传道的方法，讲迄个信仰好听，听起来好亲像。有哪有效果？但是呢，无团队协助所以对伫小组的报道有真侪优点，有这3项。头一项是小组会当建立关系，连接迄个气力较强。因为咱有一个副长，有几位的小组员，大家彼此安尼温书三补足迄个教学相长。大家互相伫边仔做支援，有诶伫头前，有诶伫后壁，有诶做后勤诶。所以伊诶意思讲，亲像一个蜘蛛网啦，咱知影蜘蛛牵迄个网，毋是咧牵好看。咱翕相讲，哇，迄个蜘蛛网足水。蜘蛛网是即个蜘蛛要生存诶办法呢。伊个网牵啊足捌，伊才通掠着遐个网虫，伊通伫遐维持伊诶生活。迄个网是安尼，哇，四通八达啦。
这蜘蛛哦走来走去哦，伫迄个网顶啊走来走去，拢真好势。咱小组报道就是要运用即款亲像蜘蛛的网络安尼连接，彼此拢会当真团结、真四正。第二，团队式的学习是互相扶持、互相学习，而且有师道的传承啦。师道传承意思是讲，今仔日即个副长伫遮带了有一阵动工起来啊，因经过一摆、两摆、一年、2年、1期、2期。佮经过了后呢，这个副长吼就退来后壁换这个伊的下骹手，也是讲伊的同工起来带，啊彼此迄个师道的传承，啊咱的教会做进入到第3档啦吼，第3档，啊咱真侪副长已经，副长的意思是甲小组长同意思，毋过为着名称的关系，伊叫做幸福小组的副长啦吼，就是这个组的组长的意思，伊。已经2、3档慢慢经验已经建立啊，过来就是要牵师啊，就对啦吼。互其他的人，比如讲这组做了袂歹，就分做2组，伊的另外一组佫分出去，为着要佫招较侪人。啊，所以这个幸福的同工彼此掠长补短就对。啊，伫服侍中间培养兴趣问道，因仔呢，拢会当看见啊，这个人吼，咧见证吼，真会感动人。啊，这个人吼，咧带迄个破冰吼，哇，一个带咧到咧，大家心情就开啊，吼，迄个气氛就好起来啊，吼，有人就有天生的喜感呐，啊，伊咧讲笑话，大家听到安尼哈笑，啊，迄个心房就无去啊，啊，有人真够讲道理，啊，有人真够陪伴，甲伊讲话，替伊祈祷，啊，佫有一阵吼，安尼巧手啦。伫后壁面吼，款啉的、款食的、啊款烧的吼，逐项款咧到地吼，或者係 best， 或者係无丢知影讲啊，因足受尊敬的，因足受疼惜的，心柔软受感动。啊，当第3项是累积的，毋是一届啊，转去佮花去啊，是8礼拜哦。所以你人看见咱这幸福小组，因这同工，因是要付出代价呢。伊毋是英雄无代志哦，是上班无闲啊，有时当下班赶紧款的，就要来小组啊呢。啊，有诶牺牲假日，吼，咱这小组真侪是拜6甲礼拜，是因为因敢若假日有时间，甲假日拜8礼拜奉献互主2个月哦，就是要互这个 best。因大声相对安尼摇移啊，阿妹啊，慢慢感觉到你诶诚意，一步一步带伊入去。领受到感动，领受到真理，啊，所以会形成是安8礼拜，才会 base 才无得有因的信主受洗，啊，所以这是定点佮定时连续8周，互迄个感动吼继续累积。当然有诶是讲啊，可能惊歹势避暑，怎啊无过来？但是有诶是参加了，感觉足感动吼，拢会期待讲后礼拜什么时阵要佮开始啊，伊要过来呢？有的人吼毋免8礼拜，2、3礼拜就讲啊，什么阵要洗礼安尼？啊，你用想讲，哎哟，这汉古较早我较若拄着了，毋捌拄着这，啊，就是真奇妙。因为这群人毋是临时的组织，因是对2礼拜前就开始做好啊。经过3礼拜的组织，3礼拜同心的祈祷，3礼拜甲这材料、教材、资料拢看好遍，然后后礼拜开始。要招这个无队友入来，伫这个小组的内底。所以第2部分就是 base 的伫幸福小组是安那会信主，是安那会经历上帝的疼来信主呢？是安那别个所在袂啊？这个会呢？因为迄是经过足久的实验就对啦。吼，人的心理，人的这个甲人的关系啊，咱。什么款的方式，互因感动啊？所以伫《使徒行传》2章46节到47节，伊安尼讲，因逐日同心合意伫圣殿聚会，搁伫一家一家擘饼，用欢喜诚实做伙啉食，上赞上帝，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啊！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，这是初代教会所互咱一个见证啊！咱就是要营造亲像2章46节到47节，迄个。模式甲气氛，互这
无就有亲像伫当时初代教会安尼，大家同心合意、欢喜诚心做伙啉食，然后讲因得到众人的欢喜，主将得过人加添互因。遐尼七位，幸福小组伊的核心，就是互百姓受感动来受洗，因带这百姓对经历同工的疼，然后进一步经历上帝的疼。这是有逻辑的，这是有下圣经的。因为主耶稣嘛，甲当时的门徒，甲这个听道理人讲，恁看见我，就亲像通过我来看见上帝；你认捌我，来认捌上帝。咱也是要互这个无道友看见咱属灵的小家庭、属灵的团体，安怎通过听、通过热情、通过关心、通过招呼，互因知影讲。呾伫即个社会内底，有一款奉主的名设立的团体，因安怎彼此相听，安怎彼此关怀，安怎经历了上帝恩典所以因经历了这小组员的关心了，因也经历了上帝的疼，因受感动。所以第一，幸福小组是分享疼的所在，意思是毋是来我甲一篇道理讲透贴互你听。甲上帝的道理对创世纪讲启示了无啦，就是先互因感受着疼，所以毋是讲大道理的所在，伊的焦点就是百姓因受疼、受关心、受尊荣。第二，幸福小组是上帝管辖疼的所在，谁人讲上帝管辖疼？就咱这个小组员咧疼，那是上帝咧疼，因为真奇妙，真侪小组员拢感受着讲奇妙。咱这个小组就照安尼咧运行中间呢，有真侪的神迹奇事就发生圣神会亲自安慰来医治伫这个小组的内面。第三，这个百姓，这个无道友，因的心足容易受到圣神来感动。真侪百姓伫小组中间，伊听到诗歌，听到见证，就禁袂牢流目屎。咱人若要触动真情你若毋是一个感动你随随便便哪会流目屎？搁即阵人毋是我真熟啥我会感动？是因为圣神在感动因。第三，我都有讲起，咱目的是要互这个百姓的感动，但是相对的，这个幸福的同工也同款受造就啦。这个幸福的同工会经历着生命真实的成长。提摩太前书6章12节，咱读的第2段经文安怎写？保罗勉励提摩太讲：信仰的美好竞赛，就真去拼，就确保永远的活命。为着这个活命，你受警调，伫真侪见证人的面前宣认美好的信仰，真去拼。为着这个活命受警调，伫真侪人面前见证信仰。这就是幸福小组的理念啊。保罗先生安怎差派提摩太？我相信伊同款，也希望咱遮的所有幸福小组，包括咱兄弟姊妹，你有缘有一款迫切的心，知影讲，我要为着这个活命来受警调，我要为着这个美好的竞赛尽力来打拼，我要为着主来见证，伫众人的面前宣认这个美好的信仰。所以有一句话，牧师捌讲过，讲幸福小组，伊是一个圣洁的磨练场啦。有人听着讲照妖镜，听介像在讲诋毁，还是讲在甲人歧视？毋是啦，照妖镜的意思是讲会看见你家己的软弱，会看见家己的不足，会当看见你家己迄个圣洁的弱点啦。所以幸福小组因为是一个团队，所以大家意见多啦，会吵问题来啊。咱若家己内底吵拢无代志咧。即马面头前有遮个百姓，你的面手若无好看别人看无啦，百姓就上好看。伊知影讲，你这个眼神到底是真正咧欢迎我，还是无欢迎我？你是毋是进前咱小可甲你的组员咧冤家咧相争啦？你拄着遮个百姓，你心都爱放落来，因为你若无诚心实意你骗不了家己嘛，骗不了遮个百姓。我有感觉就讲，这个照妖镜听起来大家足刺激的话啦，毋是啦，是因为你欢喜为着上帝所托付伟大福音的使命，愿意改变。
意思讲啊，上帝啊，为着你吼啊，我这怪脾气啊、怪个性吼，安尼袂当甲人斗阵的吼，求你改变我。啊，这个上会当改变什么呢？咱有听过一句话吼，咱讲啊，咱这姊妹女性是真柔软的，足柔弱的，但是讲为母则强，捌对无？捌听过吼？就是讲查某囡仔做妈妈吼，好一切逐项18般武艺拢会晓，是啥物？上帝予伊这种天生的使命，为着囝坚强起来。有时咱看到网络遐影片吼，迄个动物吼，为着要保护伊的囝吼，哇，甲迄个野兽争拍拼呢，甲伊战呢。照讲伊在平常时都在逃走啊，伊毋是，就是甲对敌，因为伊的囡仔、伊的囝伫边啊。咱幸福小组就即款的态度，为着即阵属灵的囝，我要甲请用起来，我甘愿安尼半暝无要困，啊，半暝甲囡仔来换尿珠啊，半暝爬起来甲囡仔饲呢，毋是你吼收派偌济钱互你做啦，是你疼囝。幸福小组的心态就是安尼，你因为着 best 来拍拼，所以你愿意互主来托付，你愿意改变。第一个学习就是讲。小组员做伙同工，伫冲突的中间会学习合一，因为你无合一，无法度人互 base 的感动啊。伊目的是要互 base 的感动啊。啊，恁这团队你若无相听，无相顺服，无听副长的指挥，啊，哩啦啦吼，啊，莫怪着咱叫做共辜啦。共辜就是讲啊，无人要信，啊，无人要信，你着爱检讨啊。你袂使讲啊，上帝啊，你互我加了工的，你就讲啊，我倒位欠点。是毋是笑容无够真诚吼？啊，我的准备无够扎实，阮彼此团队无够，毋是咧见怪别人是啊，我爱个改进。所以咱有个讲一句话，其实吼，无人信，无迄年迄期无人信主吼，毋通感觉讲安尼，感觉讲足失志啊，毋是啦。伊讲这是你累积成功的成本，因为你伫个错误中间伫学习，所以这团队会愈勇。因为你知影讲啊，靠我家己无够啦，爱靠上帝，所以你会愈谦卑，你会愈交托，你会愈倚靠。所以伫小组内面，大家性格无共嘛，意见无共是难免的。但是你为着幸福小组，你甘愿伫异中求同，来找出上好的办法。毋是讲我讲的才算，是你听圣神的声，小组同工，大家做伙。第二，诚实面对家己的软弱甲不足，带来改变的动力。因为你有改变吼，这个幸福小组而且会被是上感动，知影你为着伊付出时间代价，付出最的努力。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包容甲饶恕、诚实面对家己上好的机会。过来上宝贵的是讲，你看见base的伊的生命真实的改变，你会感觉讲啊，一切代价拢价值啦。啊，若假使毋是因为这款base的伊受到感动来洗礼，那有可能咱遮的幸福小组一年搁开，明年搁开，后年要搁开咧。伊看见遮的灵魂得到迄种的感动吼，真正亲像你得到百般的宝贝共款啊！所以，感觉福音的价值是真宝贵。所以，咱经历过，咱对上帝的信心就愈加坚定。最后，兄弟姊妹，咱知影拄则讲的，迄是一个。幸福小组伊是安那会成功的原理，咱是根据初代教会因所做的工。第二是咱团队的服侍，但是上重要、上基本的就是讲，咱爱有迫切的祈祷来求圣神成就，毋是高估家己，是谦卑倚靠圣神。所以咱为着这个小组员，为着这个教会小组来祈祷。第一，求圣神拄起这个 base 的参加的。主动，因为吼，在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真趣味哦。有诶，甲伊讲好，我下暗几点到哈？到时半路打电话来吼，咱的组员讲啊，歹势啦，啊，我都车乌多摆吼袂发啦，歹势啊，袂当去啊，安尼。为讲临时阮兜什么代志啊？反正都有诶无诶吼，你拢会伫这个小组内底拄着。啊，这是常态，因为吼，迄魔鬼上无爱这款人吼去到咱的小组。
所以有诶无诶拢会发生啦。所以你就乖乖啊讲祈祷上帝，无要安怎？你就不要去甲你阿来个吼。所以讲上帝啊，圣神求你拄去，才会 best， 因为各种诶理由难处无法通参加，求圣神拄去即个主动。第二，咱来求上帝帮助，或者所有邀请诶 best， 心会拍开，心会柔软。因为咱只心若拍开柔软哦，福音才入袂去啦。所以若是已经存着一个对抗诶心态、主动诶心态，无愿意诶心态，你讲100项都无效。但是伊当伊心感动流目屎诶时阵，你知影讲这就是讲福音上好诶时阵。第三，幸福小组充满感动诶氛围啦，互咱这小组员逐个团队服侍哦。我会记得我有时逐个小组去看到这组员吼，哇，足热情，当新诶 base 入来时阵吼，姊妹就去甲姊妹揽诶吼，这男生吼就去甲伊握手，甲伊搭即个家姐片讲足欢迎你是阮上好诶人客，感觉充满着种诶热情，迄个感动是对头到尾吼，毋是表演诶，是你出对心内诶。所以若是即个环境诶准备真温馨哦吼，伊内底咧训练的时候讲你这个聚会所在音响啦、灯光啦、布置互伊感觉讲足轻松诶就对啦。更较重要是讲同工诶热情甲听。最后一项是求圣神兴起新热甲技术，因为若无圣神做工，咱所做诶只不过是外表诶即个状态那点，无可能。